海口人的小故事第13篇：有钱的食免，无钱的免食。有钱人食免，无钱人免食。免就是免鱼。这句话的意思在形容早前的生活环境。若较好额，有钱人就食较袂起，要食什么物件就有。无钱人就较欠，就较毋敢食伤好。俗语讲，卖肥的食气，好的肥才有人要爱，歹的有气的就爱留底家己用。讨海人嘛是安尼，若掠到较好的鱼，拢毋甘留底家己食，因为好鱼得卖就较有钱。家己要食的，拢是留一寡较俗的、较歹的，卖较无钱的鱼。免鱼也是较有价值性的一种鱼，伊的肉真好食，阁真清甜，所以得卖价钱真好。免鱼近年来有较少，要掠到伊也真无简单。有的人是用活字，亲像活虾仔，也是活鼠仔来做钓字，用安尼在掠伊，总是也着拄抢机会。讨海人即马若阁讲到即种免鱼，因就阁想起古早迄阵在讨海的生活，实在真困苦。若掠到较价值的鱼，毋甘留底家己食，所以若阁想到较早时常在留即句话讲：有钱的食免，无钱的免食。海口人的小故事第13篇：有钱的食免，无钱的免食。有钱人食免，无钱人免食。免就是免鱼。这句话的意思在形容早前的生活环境。若较好额，有钱人就食较袂起，要食什么物件就有。无钱人就较欠，就较毋敢食伤好。俗语讲，卖肥的食气，好的肥才有人要爱，歹的有气的就爱留底家己用。讨海人嘛是安尼，若掠到较好的鱼，拢毋甘留底家己食，因为好鱼得卖就较有钱。家己要食的，拢是留一寡较俗的、较歹的，卖较无钱的鱼。免鱼也是较有价值性的一种鱼，伊的肉真好食，阁真清甜，所以得卖价钱真好。免鱼近年来有较少，要掠到伊也真无简单。有的人是用活字，亲像活虾仔，也是活鼠仔来做钓字，用安尼在掠伊，总是也着拄抢机会。讨海人即马若阁讲到即种免鱼，因就阁想起古早迄阵在讨海的生活，实在真困苦。若掠到较价值的鱼，毋甘留底家己食，所以若阁想到较早时常在留即句话讲：有钱的食免，无钱的免食。海口人的小故事第13篇：有钱的食免，无钱的免食。有钱人食免，无钱人免食。免就是免鱼。这句话的意思在形容早前的生活环境。若较好额，有钱人就食较袂起，要食什么物件就有。无钱人就较欠，就较毋敢食伤好。俗语讲，卖肥的食气，好的肥才有人要爱，歹的有气的就爱留底家己用。讨海人嘛是安尼，若掠到较好的鱼，拢毋甘留底家己食，因为好鱼得卖就较有钱。家己要食的，拢是留一寡较俗的、较歹的，卖较无钱的鱼。
免鱼也是较有价值性的一种鱼，伊的肉真好食，阁真清甜，所以得卖价钱真好。免鱼近年来有较少，要掠到伊也真无简单。有的人是用活字，亲像活虾仔，也是活蛆仔来做钓字，用安尼得掠伊，总是也着拄抢机会。讨个人即马若阁讲到即种免鱼，因着阁想起古早迄阵伫讨海的生活，实在真困苦。若掠到较价值的鱼，毋甘留底家己食，所以若阁想到较早时常得留即句话讲：有钱的食免，无钱的免食。